粵語有本字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橋撩。嗱，日常我哋講呢條友啊，好橋撩噶，都冇咩人敢同佢合作啊，就係呢個橋撩啦。呢個詞係咁樣寫嘅，書面語讀橋撩，其中個撩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LIAO 可以揾到。喺三國時期嘅訓詁著作《皮倉》裏邊嘅解釋係撩細長也。另外喺南北朝時期嘅字典《玉篇》裏邊嘅解釋係撩橋長也。所以呢個詞啊，原本意思係指好細長嘅物品，後來咧又引申為指人為做出嚟嘅好奇怪、好唔合常規嘅事物。為咗言語流暢咧，就調過嚟講，變成咧橋撩。口語讀法咧可以讀成橋撩。大家學到未呢？記得關注點讚啊！